大家好啊，早晨，溫哥華地產經紀 Derek 健仔啊，又翻到嚟溫哥華，列治文呢一個 listing 啦。嗱，咁事不宜遲，馬上出發。我哋今日賣嘅單位咧係1229399 Auckland Road，咁佢就係屬於 Richmond 嘅 West Canby 呢個區嘅。咁佢呢一棟大廈係2012年起好，就係由著名開發商 Polygon Home 起嘅。咁佢呢一度喺呢一個區咧都有好幾棟係佢哋做噶。咁你會見到佢呢一個項目係屬於中早期嘅。咁佢有啲咩特點咧？就係樓底相嚟講比舊嗰啲高，就嚟去到9尺，同埋佢哋係有呢個冷暖氣嘅。咁我哋一入到單位啦，係2房2廁，832尺。呢一個業主咧住咗大約係10年，係6月15號2015年嗰陣時入伙嘅。一入到嚟，你見左手邊咧有鞋櫃啊，俾你擺衫啊、擺鞋啊。跟住左手邊都會有一個細啲嘅洗手間，就有3件嘅，有洗手盆、坐廁同埋有呢個企缸。管理費係大約556.9毫。咁相對喺對面嗰一個 Omega 咧係平咗，我之前話100蚊啦，原來計過係大約平55蚊。咁你望翻出嚟啦，喺右手邊一入門口就係個廚房啦 ，U 字型嘅廚房，咁變到好好用。爐頭、洗碗盤、雪櫃，形成一個好 functional 嘅3角形。另外佢個 counter depth 咧都係相對嚟講比較深嘅，因為另外一邊咧佢又可以做到俾你做一個 bar 台嘅。咁你睇翻啦，其實客飯廳呢個位咧，屋主而家就係擺咗一個圓台4人台，但係如果你放一個大啲嘅台咧，放6個人、8個人其實都可以放得落。但係就可能要褪一褪過少少去吧台嗰邊啦。咁另外客廳呢一邊咧就係直望翻出去。咁呢一個單位就係向北嘅。咁而家呢啲 ground floor 有好處喎，就係你如果有養狗啊、養貓啊嗰啲咧，出入就變到好方便啦。如果你要同隻狗狗去散步啊，咁就可以直接喺呢度出，就唔使話有其他啲可能有陣時要等 lift 啊嗰啲就冇咁方便。咁另外要提翻就係佢呢一個 patio 咧係有水喉添喎，有 water hookup 我哋叫做。咁變到如果你話有朋友嚟燒嘢食啊，或者你種花花草草嗰啲咧，相對嚟講都方便啲。OK， 直接喺嗰度有水。而家有好多新嘅都未必有呢樣嘢嘅。咁呢一間咧就係細啲個房咯。咁呢間房就係9尺乘8尺大約，佢細少少，但係你見佢而家擺咗單人床同電腦台都冇問題。另外咧，喺外面嗰啲樹而家已經高啦，咁變到私隱度都好高嘅。咁我哋而家去翻主人房啦。你見到主人房咧好大嘅，絕對係一個賣點，17尺 ，OK 乘9尺半咁滯。佢可以擺到一個 king size 床 ，OK， 喺呢度放咗張 king size 床，再加埋一張大書台喺後邊。佢之前係誇張到可以擺到2張書台添嘅，再加埋左右一個 night stand。咁主人房咧就係一個套房嚟嘅。咁呢個套房有一個好好嘅，我好中意嘅就係佢有企缸同埋浴缸喺晒同一個，咁相對嚟講比較闊。有啲人就中意有2個洗手盆、洗面盆喺入邊。咁佢而家有一個咧，就有一個嘅好喎，因為佢變咗就有多少少呢個 counter space 擺嘢啦。另外你見到啦，喺呢度咧就有一個 walk-in closet， 大約係4乘4尺半多啲。咁主人房咧行翻出嚟喺個走廊嗰位咧，佢就有一個位就係俾你擺毛巾啊，或者啲清潔用品啊諸如此類。咁就有一個上下格嘅乾衣同洗衣機。咁佢呢個係一體過嘅。屋主又係執得比較企理嘅。咁行翻出廳就 Hello 布布，有布布喺度啊，將會係我哋 Open House 嘅好幫手。
嗱，另外想同大家補充翻啲資料就係管理費556.9啦，佢就係包括咗呢一個喺 Richmond 叫做 Water and Sewer， 就係水費同埋污水費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係包咗 natural gas 天然氣同埋呢個 heating fuel， 因為佢係走呢個 geothermal， 咁每年其實有一個 heating fuel 要俾嘅，咁亦都係包含埋噶啦。咁同埋佢呢一個單位係向北啦，向翻入邊呢一個 courtyard， 咁私隱度高啲。咁另外咧，佢仲有一個會所嘅喎，出邊有游泳池、hot tub、波台啊，開 party 啊，就算冇 party 嗰陣時咧，隨時都可以入去個會所嗰度坐嘅，只要冇人 book 到。咁所以咧，成個項目係做得好好嘅。我走啦，拜拜，唔好太掛住我窿。OK， 拜拜。嗱，咁我而家同大家實測下係幾多步行到去個 lift 口啊？第一步1、2、3、4、5、6、7、8、9、10步去到 lift 口啦，咁 lift 啊！出 lift 啦，出 lift 睇下幾多步啦。第一步1、2、3、4、5、6、7、8、9、10、11、12、13、14、15步。大家到咗個車位啦。OK， 15步，由 lift 出車位15步，由個單位去部 lift 10步，25步。真係喎，行入獨立屋都唔止25步啦，係咪？所以25步就去到你個單位喎，由泊車去，真係好方便喎。附近有啲咩嗰啲 shot 俾大家，咁執埋呢條片度，就咁就搞掂啦。OK， 拜拜，楊導演，快啲返嚟，我好需要你啊！拜拜，大家。咁嚟到呢度4分鐘，行到嚟中國世界 China World， 以前係中國糧油。前面嗰度有一紮 townhouse 係未起好嗰陣時，咁係佢起好啦先至鋪埋嗰邊。私人物業行人免進，呢一度係 Meridian Gate 嗰度。哇，幾靚喎！啲櫻花咁樣落下。8分鐘嚟到 Walmart 嗰邊啊！咁再行入去，可能加多2分鐘、3分鐘，車都唔使揸。咁我哋而家喺呢度入去啦。咁呢一邊咧，喺後邊呢啲咧，就係都係同一個開發商起嘅，就新少少。同埋以前嗰啲咧係比以前木呢啲 apartment 咧係比起4層嘅啫，咁但係而家木呢啲咧係可以起到6層嘅。嚟10分鐘，喂，5分鐘就行翻嚟呢度咯。如果行頭先嗰個捷，即係行而家呢個捷徑嗰個位，哇，真係喎，5分鐘行到去 Walmart 喎。咁頭先同大家兜咗個圈啦喺呢度，咁相信大家咧大致上都知道有啲咩喺附近啦。咁我哋而家就入去等影相嗰度啦，拜拜。